12点哦，不要这样啊，顶多可以最后一班9点半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东铁花之音 FM 点88.8。接下来这首歌《爱情酿的酒》。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。 他说：“喝它吧，是杯特制的酒。”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。 他说：“喝它吧，别走，没走。因为它烫不了你的手，也烧不了你的口。喝它吧，别怀疑这么多，因为它烫不了你的手。 也杀不了你的口，喝它吧，不要回头。爱情酿的酒，喝吧喝吧。一起唱好不好？就不会唱。有人告诉我。 爱情像杯酒，他说喝它吧，是杯特制的酒。什么酒？玫瑰红加苹果西打。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。 他说：“喝它吧，不能回头，因为它烫不了你的手，烧不了你的口。喝它吧，别怀疑这么多，因为它烫不了你的手。” 也烧不了你的口，喝它吧，不要回头，因为它烫不了你的手，也烧不了你的口，喝它吧，别怀疑这么多，因为它烫不了。 也烧不了你的口，喝它吧，不要回头。爱情酿的酒。 爱情酿的酒，爱情酿的酒。好了，喝多一点，听起来比较好听。有声音就好，就很好听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啊！我还你的，该还的就还了。 该唱的我也唱了，可以的话，那边有卖 CD， 你可以找我签名。我很想要练习当偶像，
我看看能不能在那边签超过2分钟。签超过2个，这签2个小时，签2分钟，签很慢，只有1张来买这样。不会啦，我有找暗装啦，待会至少排队有20个，你不相信？好，然后今天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也有来啊，就是我们部落的拉千玺，好，啊，来那个，我需要合音天使。 又把我的偶像团体加入出来了，啊，出来看那个，又来了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希望很快可以来见到大家。其他的人呢？不，下次我们会有准备升降舞台，不会是这样很狼狈的上台啊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拉千玺》，掌声叫！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？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，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名字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玺是拉千玺。 拉力伟是拉力伟了，拉萨东是拉萨东，该有意是该有意，哦呀呀那哦嗨呀那呀哦呀，哇嗨呀哦哎呀哎呀。 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，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玺是拉千玺，拉力伟是拉力伟，拉萨东是拉萨东，该有意是该有意。 哎呀哦呀，哇嗨呀哦哎呀，哎呀哎呀，哦呀哦哎呀，那哦嗨呀哎呀。